以赛亚书35章第1节到第10节。第1节，旷野甲焦燥的地要欢喜，沙漠要快乐，亲像玫瑰开花。玫瑰要开花无声，要欢喜欢呼。伊要有黎巴嫩的阳光，要得到加密甲沙伦的光彩，因为看见上主的荣耀，见到咱上帝的光彩。得互软弱的手坚强，互无力的骹头有徛在。心肝惊吓的人，恁着对因讲：着坚强，毋免惊。恁看，恁的上帝要来伸冤，上帝一定会施行报应来拯救恁。迄时，失明的人目睭会看见，失聪的人耳孔会听见，骹歹的人会亲像鹿跳跳。袂讲话的人会欢喜唱歌，风暴要有水冲出，沙漠要有江河得流，炎热的沙地会变做水池，焦燥的土地会变做泉源，豺狼大的所在会发青草、芦苇甲蒲草。伫遐要有一条大路，人甲伊叫做圣路。无清气的人拢袂当对遐经过。迄条路是为着上帝的子民做的，行迄条路的，连戆人都袂迷路。伫遐无使，凶猛的野兽嘛袂出现。伫遐人袂拄着野兽，只有受救赎的人会行迄条路。上主赎回的人会倒转来，唱歌来到锡安。永远的喜乐会做因的花冠，因为欢喜快乐，无阁有悲伤吐气。